维度。同人的人是仁爱的人啊，是那个虫就耳朵了。孙思邈，唐朝的名医，被寄千金药方，想高寿140几岁啊，还是140岁啊？死后成为保生大帝。保生大帝就是唐朝孙思邈。到了宋朝的名医吴涛，课本那个本不是课本的本，上面是大，底下一个十字架的十，念作涛，吴涛，是保生二大帝啊。保生二大帝第二个，时间比较后呢。治地耳方，黄矾烧绵果内耳中，不过2-3日月，或以尾管吹耳中。肘后以疗耳促肿出脓，至耳聋前，叮咛不可出方。导自死白象蚯蚓，安葱叶中，面盖风头，蒸之令熟，并化为水，以之滴入耳中。满即止不过数度，即挑一出，岔后法果盐塞之。肘后以疗油盐入耳效，右方。灌作3年者最良，年塞之半日许，必有物即出。至百虫入耳方，莫属胶一撮，以半身作吊灌耳中，行20步即出。右方。取桃叶火运，卷之以塞耳，利出。右方。车钢之覆耳孔，虫自出。肘后以疗停耳脓血，右方。以葱替灌耳中，虫即出，亦治耳聋。治蜈蚣入耳方。治猪肉令香，盐耳即出。治油盐入耳方。炒胡麻捣之，以葛带渗清耳枕之，即出。右方。吃素的用芝麻油牛酪灌之，满耳即出，出当半消，若入腹中，空腹时好烙1-2升，即化为黄水而出，不尽，更服手用，神效。千金亦作牛乳治耳中有物不可出方。以弓弦从一头，令散腹好浇注者耳中物上停之，令香者徐徐引出。面病。第9方81首。五香散，治疱眼黑晕赤气，令人白光润方。碧豆4两，